果饼饼的，果饼的边呀饼切块，那个直立。啊，高新家的这个精密芒果啊，因为受到这气候这影响，落雨伤济嘛，所以讲这个外表看得到这个病斑。看到这个灰灰这个乌乌这个病斑，这以这个成熟度嘛，受到这气候影响，成熟度甲这个糖度，加减拢来影响。大体上看起来，这个品质还是不错，甜度并无受到这个非常影响，气候这个影响，所以讲今仔评比这43组看起来。平均的这个水准拢还是较平稳，维持这旧年的这个水准。一定讲，这批衫会去影响到咱评审后的分数。这是无法度，因为这批衫这个问题比赛嘛，按照咱的规矩咱定的这个标准来评审。你因为今年气候原来容易这个病斑这乌这乌斑较侪。这流出来这个浆而且树脂的这浆嘛较侪。陶叔，咱那个专项感觉咱这在办精密的芒果评鉴，还是其他个？精密是咱中华关以保新乡为准的这个主要品种，这个品种甲南部比起来，咱这较慢，头1个月出来，这是咱的优点。专项嘛，干咱中华县以这个保新乡附近这几个农田市场这几年来，这个精密芒果好像市场你个有较济吼。因为这个品质好，所以讲大家拢会想讲来种这个新的这个品种。尤其改良场还佫有一种叫做台中1号，这个精密小可有共款。所以讲以即马这个品种好像有送到你这咱这个南投县遐，这个中寮啦，一体一带。很棒的它完全味道不一样。在张阿曼也想要有一种特有的香气，你只要在它变成黄色，闻起来，那感到的芒果的香气好香很舒服，很想吃一口。所以我们也要一定持续推这种芒果，就是有它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不去催熟它就对了。我们的芒果完全，我的芒果都不是经过催熟的，完全是用这个它采长较好慢的，它没有达到气温熟，我们不采的。用气温熟的芒果来讲它放了它直接会变得转黄色，黄色的话吃起来口感就好吃。像现在这种芒果就不能吃，至少要放了4天才能够吃。要细扛好这样讲，而且水爱的跟人普通一般的爱文用催熟的而且要金黄都不一样，我们一定要栽赃叫的慢甜。